君鸿您好，这里请坐。准备好，请压尾槽。准备好，请压尾槽。你好，想向您请问，我父亲给我的房屋权状不见了。好，想通抢高，我爸本来嘅房屋权状唔见咗咧。好，想通抢高，我爸本来嘅房屋权状唔见咗咧。请问我需要办理什么手续？请问哪判你马该诉修呢？请问哪判你马该诉修呢？这需要申请权状补发，请问您是房屋所有权人吗？要申请权状补发，请问你係屋嘅所有權人嗎？要申請權狀補發，請問你係屋嘅所有權人嗎？是的，房子登記在我的名下。係啊，我嘅登記喺我嘅名下。係啊，我嘅登記喺我嘅名下。請提供您的身份證和印章，請稍等一下。請提供你嘅身份證同印呢？請等一下哦。請提供你嘅身份證同印呢？請等一下哦。最近果園忙嗎？按叫購置業會無閒麼？按叫購置業會無閒麼？最近忙着採收，比往常忙一些。沒辦法，勞碌命嘛。按叫當去採收嘅時節，比平常時要較無閒啲位。按叫當去採收嘅時節，比平常時要較無閒啲位。你要知道，勞勞碌碌較有福，唔愛啲喲，勞勞碌碌較有福，唔愛啲喲，勞勞碌碌較有福。我記得你們家的果園很大，我記得我卡嘅購置業當法，我記得我卡嘅購置業當法。真的，每天果園都引來一堆猴子，冇騙啦，購置業當年都上來一大群猴誒。冇騙啦，購置業當年都上來一大群猴誒。猴子猴誒，猴誒。是啊。猴子跑來偷吃橘子，係呀，係我就來偷食柑咩？係呀，係我就來偷食柑咩？我們的果園都遭殃了，我也丟給購置業都比宋槍槍的啦，我也丟給購置業都比宋槍槍的啦。那真的是花果山的猴子無法無天，佢真嘅係花果山嘅猴誒，無王無法。佢真嘅係花果山嘅猴誒，無王無法，想必造成很大的困擾。你們如何解決？唔到天草必錄到冇解釋吼，佢唔到安樣辦解決呢？唔到天草必錄到冇解釋吼，佢唔到安樣辦解決呢？沒辦法，還是要和鄰居和睦相處。冇法度啦，還係要同鄰舍父老相處啊。冇法度啦，還要同鄰舍父老相處啊，只好多種一片果樹和他們分享。故所將秋總家這位故事同佢哋分享啦。故所將秋總家這位故事同佢哋分享啦。你們辛苦了，先和你收書狀費80元，唔都辛苦誒。先同書創費80幾元，唔都辛苦誒。先同書創費80幾元。跟您說明一下，這個書狀補發審查確認後，還要公告1個月。同說明一下，呀書創補發審查認定後，還要公告1整月。同說明一下，呀書創補發審查認定後，還要公告1整月。滿1個月才拿出來登記，滿1整月過再拿出來登記，滿1整月過再拿出來登記。登記好了，屆時會再以電話通知您。登記後誒，到時節會用電話通知你。登記後誒，到時節會用電話通知你。了解，請問到時候需要攜帶什麼文件呢？了解，請問到時要帶哪個文件呢？了解。請問都是要帶哪個文件呢？領件時，請記得要攜帶這張單據和同一個印章。
2天嘅時節，請記得愛帶亞狀單機同強雜音呢。2天嘅時節，請記得愛帶亞狀單機同強雜音呢。我們屆時是認這張單據和印章，我哋都是輕音亞狀單機同音呢。我哋都是輕音亞狀單機同音呢。如果那時候您不可前來，委託人也要帶同一份單據和印章哦。這樣是你係無法出來，委託人也要帶同一份單據同音的哦。這樣是你係無法出來，委託人也要帶同一份單據同音的哦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，我知嘞。好，我知嘞。記得不要帶錯章，收據給你。記得唔好帶唔抽煙的來。來，書記本。記得唔好帶唔抽煙的來。來，書記本。給你一張我的名片，如果有問題可以打電話詢問。每本一張我嘅名片，係有問題就得打電話來問。每本一張我嘅名片，係有問題就得打電話來問。收件單據上有領件承辦人的電話分機號碼，書件單據檔稿有兩件審判人嘅電話分機號碼，書件單據檔稿有兩件審判人嘅電話分機號碼。你在過來前可以先打電話確認是否可以領件。過來之前就得先打電話確認，係唔係做得2天？過來之前就得先打電話確認，係唔係做得2天？好的，謝謝你。好，安子 C。好，安子 C。